好，來看這龍洞狗的問題呢，的確是真需要大家做伙來注意的。屏東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是對2022年到今嘛呢，有來追蹤10隻的拉里亞囝，結果發現其中有6隻就是互龍洞狗甲攻擊死亡的，佔這追蹤個體的60%左右。而且今年4月到5月才拄到這通報起來追蹤的這個2隻拉里亞囝，在6月20日的時陣，互人發現已經死亡啊。根據現場這狗仔的腳鏈來判斷，就是互龍洞狗甲攻擊的。拉里是台灣第2級的保育類野生動物，不過卻常常撞到龍洞狗的威脅。屏東科技大學研究團隊長期在台南甲高雄山區追蹤拉里，發現今年4月甲5月接到通報器的2隻拉里仔囝，在6月20日信號攏出現異常。研究人員在現場發現有狗仔的腳跡，研判2隻拉里仔囝攏互龍洞狗攻擊死亡。小隻穿甲有大概10隻，到目前只有2隻有活下來，那其他的都在。要麼其他有少數的失蹤，或者是網具纏繞的狀況，但另外有6隻都是在不同的這個時間跟地點遭到這個流浪狗的攻擊致死。研究團隊指出，為2022年到今追蹤的10隻拉里仔囝，有6隻確認是互狗仔攻擊死亡，佔追蹤個體的60%。因認為這不是個別的案件，是反映青山地區野生動物常常受到狗仔攻擊的警示。動保團體指出，政府去年通過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正案。禁用手夾，不過龍洞狗佇山區四界走，就若像是山頂檔的手夾，對拉里就好等野生動物造成真大的威脅。我們就稱之為就是放任移動式的捕獸夾。好，捕獸夾其實在2025年去年就已經全面禁止了。那移動式的捕獸夾呢，越來越猖狂，範圍越來越大，數量越來越多。那他跑到台南市，那台南市可能農業處，那他跑到高雄市，那就變高雄市，那所以。一隻動物它不會知道說它跑去哪裡了，所以這個跨縣市、跨單位這個治理的機制是非常重要的。動保團體呼籲政府應該修動物保護法，推動生態熱區管理法制化，建立下關市生態合作的治理機制，避免行政區界線借做保育制度的空棚，才會當減少野生動物的傷亡。記者郭清王志剛台北報道。